佛法核心，空与无，开启自在人生的钥匙。大家好，我们都听过佛法都在讲空与无，但这两个字常常被人误解为什么都没有，是消极虚无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佛法的核心，来理解这对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宇宙至高智慧的关键字空与无，它们是如何成为我们摆脱痛苦、获得真正自在的钥匙。一、缘起性空，空非无。首先，我们要为空证明，佛法所说的空，绝不是指断灭或虚无，它真正的含义是无自性空。什么是自性？我们可以理解为独立不变的实体或本质。佛陀教导我们缘起，世间万事万物，包括我们自己，都是由无数的因缘条件合而生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独立存在。就像眼前这朵美丽的花，它需要种子、泥土、阳光、水分，还有时间，缺少任何一个条件，它都无法现前。既然万物都是因缘合而生，那么它就没有一个自己决定自己永远不变的本质，这就是无自性。缘起性空，意思正是因为是因缘合而生的，所以本质上是空的，没有实体可执着。这空不否定现象的存在，花虽然是空性，但它依然在绽放，在散发香气，只是我们不该执着这个花有一个永远存在的我。所以空否定的是执着，而不是现象本身。二、无我与无我所，无的智慧。接下来谈谈无。佛法中的无，最核心的概念是无我。一般人最大的痛苦都来自于对一个我的强烈执着。我们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存在，这个我有身体、有情绪、有想法、有财产。但佛陀以智慧观察到，人无我，即众生身心五蕴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皆是因缘组合，没有一个实质的主宰者。我们的身体会生老病死，情绪会高低起伏，想法会瞬息万变，哪一个是永恒不变的我呢？进一步便是法无我，连心外的物质世界同样没有独立不变的自性。无我的真意是让我们放下对这个我和我所有无我所的错误执着，放下我执，痛苦的根源就被切断了。当我们知道身体不是我，身体生病时，就不会产生我生病了那种加倍的恐惧和焦虑。当我们知道情绪不是我，情绪低落时，就不会被困在我就是个失败者的自责中。无不是没有了这个人，而是这个人不再被实有的幻觉所困。三、实践与中道，空有不二。理解了空与无，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为了破除我们对有的执着，是对治痛苦的良药。然而佛法最难能可贵之处是教导我们中道，不住有，因为一切缘起性空，所以不执着世间法的实有；不住空，因为空不等于无，它不否定因果和现象。这就是空有不二的智慧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要尽责努力，广修善业，这就是缘起有。但我们深深明白，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，最终无所得，这就是性空。在空中，我们获得了放下和解脱的自在；在有中，我们升起了积极行善、慈悲利他的动力。如果只是执着于空，认为一切都是空的，就可能堕入消极的恶取空，对世间因果产生错乱。佛法告诫我们，宁可执有如须弥山，不可执空如芥子许。修行人宁愿执着于行善积德，也不可错解空义，认为一切空了就可以胡作非为。真正的空性智慧，恰恰是让我们更积极地活在当下。因为深知一切无常，所以更懂得珍惜每一个因缘，并以无所求的心去帮助他人。四、总结与启发，自在的心。空与无是佛法照破无明的智慧之光，它们不是要我们变得虚无，而是要我们看清实相，一切都是因缘所生，没有不变的实体。放下对自我的执着，我们便得到无我的解脱；放下对万物的贪恋，
我们便拥有空性的清明。当我们真正体证到空与无的智慧，就能在万象变化中保持一颗长觉不住的心，不被外境所转，不被烦恼所缚。这就是佛法带给我们真正的大自在。愿我们都能在空与有的平衡中，活出充满智慧与慈悲的人生。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对空性有更深的见解或疑问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次再会。